俗语讲了好。哇啦，要点么胖？今仔带这三只出来，真正非常的惊人。家己小介绍一下。哦，皮卡丘，我是陪你唱啦，皮卡丘，皮康丘丘啦。鼻孔真变乌的，哦，用这只。我是咖比丘，咖比咖比丘，咖比丘，从你上厉害变出来。镜头较歪。绝招下，哦，黏贴贴安尼啦，加起一台贵贵啊，好够水的。等下你去男字。哪里？呀，我是小黑灵吧。哇，安我错错一个安怎啦？我去互皮卡丘电着我的尻川啦，足疼的啦。啊，歹势，我等下向变身，我还阁会袂习惯啦，我会练习嘛，吼，歹势甲你颠着安尼。公主啊，啊你的头壳顶那拢无毛啊，你敢袂是嘛？互我颠着哈？啊无咱较远呢？唉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要死要死费用，你唔看见？啊，无啦，我昨下想讲要含肉来食一下，下一个火，无小心就甲公主的头烧着啊！啊，皮卡丘是你哦！哦，公主，皮卡丘唔免烦恼，皮卡丘，我甲你讲哦，啊无皮卡丘，我就是皮卡丘，我讲的就是皮卡丘啊！我即摆吼，伫你的头壳顶安尼电电的安尼，皮卡丘，看你敢会生出毛来安尼。什么叫生出毛来？免，我去电梯阿达妈拍戏，我就害去啊！真正是叫你这母家好啦，开工趁钱啊好啦！啦，开始啊，开始。哎呦，真正叫人家落死真正。哦，是施主，哎，遐济。公主你好啊！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皮康酱啊！皮卡丘。哎，迄是咖啡酱啊！哎，咖啡酱。小黑点。这位少年家有什么需要本宫给你服务的嘛？公主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真正足麻烦。小等者，阮遮办事是有规矩的，好，对，拢要有 SOP。哎，SOP。哎，SOP 哦，当然嘛有准备啦。哦，来，公主请了。嘿，来，办事宣布。哎，来了。小磊，真香甲真正的哦，皮卡丘。哎，恭迎大皮鞋。永远大变身。这位新道今天来何事相求？大明星，嘿，你好啦。但是是安尼吼，我有一摆吼，想为六楼吼，哎，无说你安尼跋落来。你若要为7楼，一定要为6楼。我唔知，剧本是安尼写的啦吼。啊，为六楼安尼跋落来，跋到地下4楼咯。什么叫地下室？地下室听起来真恐怖。嘿，跋到地下4楼啊，10楼安尼跋，嘿10楼。啊，结果我拢无代志呢。嘿，足奇怪啊！而且吼，我阁有遐一个足厉害的，叫做读心术。迄叫做读心术。读心术。你学晓读心，骗鬼，你骗鬼你袂食，就是你电影咧看伤济人，哪有可能？我无甲你骗啦，你唔相信啊？我知影你做在想啥。你即马是毋伫想，我头拄仔红包内底钱，哪会遐尼少？你即马咧卖爽，想讲凊彩甲我好两句，就要甲我好走。真正知影呢。对啊，我嘛知影你咧想啥。
你心嘛在想？你在甲我教哦？你哪知？我嘛知影你在想啥，就你啦。哇，吼，该边上啊？哎，你毋是该边在想？你心嘛在想？等下暗顿到底要食鸡腿，还是要食控嘛？对吧？你哪会知啦？我嘛知影你在想啥。比卡丘，我哪有咧想啥？会对，你阿当啊空空，你拢无在想，你在放空。我比卡丘呢？哦，你真正就厉害呢。真的啊，毋过，特别是呐，哦，我拢知影人在想啥吼，迄足困扰的啦。啊是安，敢会当甲我斗相共啊？哇！系啊，知影别人咧想啥，这真正吼，你行过咧想啥，这真正真痛苦的代志。这款代志是足歹处理的，了解啊。哦，就歹处理啊！我嘛知影你在想啥啦，免比啦，来啦，大鼻先，请。哎，你也无红包摕，红包互你啊！收起来，收起小姐呀，什么二啥？这位小姐25岁小姐，嘿，你唔爱无礼貌啦，我在问事呢。啊，你毋是问出来哦？啊，袂啦，等咧处理呢，啊袂处理呢。啊，你个代志不重要。本身办出以用哦，是咧啦，讲究这先来后教，所以吼，你总是爱大概安尼好，你先。喂，钱也解决了，就骗钱出来赡人对吧？大鼻先，什么问题讲来？我甲你讲，既然代志哦，我真一世界找人拢无法度通处理，敢我到你通处理呢？你若无法度甲我处理这样代志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处理，无人处理，我是要安怎就拜托大鼻先，你甲我处理一下。你头壳尾都无讲到代志，我是要我拢无讲到哟。你敢一直讲处理。哦是啊，我拢无讲哟。哦，安尼，我顶讲一摆啦吼。我毋知影咧，即阵啊，暗时咧困时，我定梦到一寡个哦。亲像你边仔这三仙子，比卡丘，嘿，中我的梦中，踮啊跳来跳去，跳到我规暗拢袂困的，毋知要安怎就好啦。啊，佫有啥物技是巧？干安尼哦，佫啊佫有，我毋知影是毋是人生了水吼，有人要拍哦，就较合。啊这根本含袂啦，嘿啦，啊有一个人哦。定后壁一直咧群众一直甲我对久了，感觉对到我后要烦恼事呢。这你甲我解决一下，你甲我处理一下啦。啊，你有拄过人个迄眉头问对无？哎呦喂，大呀！多谢你哦。你好。你看到这做一步想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多谢多。本人伫遮，本身伫遮，哪有可能互你讲来遮话掠人就掠人？你就是江湖中传出迄个掠宝的足厉害的宝可梦阿伯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本人。本人真好，今仔日你家亲门大户来到本宫，敢讲唔惊我的兵将，也过我的财神爷，唔惊我甲你收起来吗？听看嘛，哪会知？虽然讲话轻轻啊，但是话语真臭屁，叫做拼看卖才会知。好，口气既然这么大，本身今仔就甲你好好车拼一下。哦，看要变什么款？干毛啊起来！比卡丘，比卡丘，来，拍感动，看向灯较久，向就是赢。本身让你先开始。 OK， 哦，你用英语甲我回答。别紧啦，多谢哦。大皮先生，你也酷势做好的啦。哎呦，哇哦！哇哦！搞呢？哇哇哇哦！哇，等足久的呢。公主，咱的话你要加油呢。大皮先，要安怎？伊拢袂倒呢。也没倒啊。不懂。哎呀，不倒啊！一半点钟啊嘞。没事，爱公平。你，我是用风尔，哦，风哦。哎，这胖来胖3点钟哦。哎，小可代志。你看，你敢有法度3点钟过啊呢。啥物叫？我讲我有日。哇！哦，到了。对啊，安尼啊，时间闹他偌久啊？我甲你讲，伊只不过是45.84秒而已。哎，
大皮心加油！加油，大鼻息！加油大鼻息我要轰你阿走啊！哎，各位等，各位等，哎各位等，各位等，各位等，各位等。啊！我，哎，安尼算偌久啊？背票呢？赢一项无算赢，我说你啊，我拄啊是 warm up，哦小可试一下尔啊。哦，我刷来想要真的真上恐怖了，恐怖！假死传入来。来，请就位。哇，这款你绝对唔敢跟我说，我看你连看嘛看。公主加油，比卡啾！哎，顶悬，快3年去拍条面，什么人就输啊？哦，你知无？哎是来，下海吐一下。就给哦，来这里哦哈。哎起，来，升到3开始哦，来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这白啊，你出来来讲哈。一、哦2、3，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一人一半。我甲你讲，嗯，像你去看咧，明明都啥物无啥物款的功夫，我讲大社会有2句话来使形容。第一句叫做拍锣下鬼，第二句叫做做鬼请无人做。拍跑过来。哦，今仔这鱼车拍演，比卡啾，比卡啾！开身躯干，来这种积水啊，内底嘛是。歹势拄啊甲你拍着，来，要紧的吼。好啦，拄啊2句俗语，就是讲啊，你也无外交啊，你来遮咧好咧戏个叫咧屁屁叫咧臭大家呢。第一句叫做拍锣哈鬼，第二句叫做做鬼请无人抓。战胜第一句的请举手。嗯，好手放啊，咱特别问安尼吼。第二句无票的，没票，所以是拍锣哈鬼。系啊，鬼伊是个法师来收呢，你拍锣这敢有效？啊，你敢若讲大声尔，会用讲的较大声啦，迄根本无效啊，无效啦，我是感觉这个意思啦。这三只是这个意思吗？无啦，拍落就是气势尔啦，嘿啦啊，其实无在调啦。是，对啦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嘛会使安尼讲，嘛会当安怎讲？来白来讲看卖。啊，无你会安怎讲？嘿，对，你这个已经讲2句话啊，你讲换一句。就看你做什么款的实力。哦，了解。来，老师才解答啦。诶，头啊，啱啱已經解說甲真清楚啊，啊5個攏對嘛。啊，其實講吼，足濟咧，拍落公公鏘鏘，公公鏘，啊，要來嚇只鬼，啊，其實敢有迄聲，嘿，啊，無迄實際好過啦。所以這變做講足濟啊，其實攏無啥物實際物件，所以根本鬼都無嚟驚，袂去驚伊。啊，另外伊講吼，做鬼搶無銀紙，啊，即係講意思啊啦，骹手萬噸，骹手萬噸你就食無分。啊，另外一句俗語講啥？萬牛食落水，嘿，因為啥？牛會去河內底洗身軀啊。啊，你啊豆豆來，第一隻吼，迄水佫足清氣；第二隻、第三隻，啊，你啊慢慢啊來，迄水攏落，所以骹手萬噸會食無分。所以若講照頭講啊，5個攏對啦，嘿，拍鑼嚇鬼，嘿。拍鑼哈，這是不是敢若有數的第一版？大家拢对对哦。所有人攏意見攏對。哎，甲你拍過嚟。